年开始，义务役兵步兵营配合志愿役为主的练兵旅到基地参加实弹操演，提升战力。伊朗当地时间1月31日，有2大城市那像亚速爆炸，拢总造成6人死亡，14人受伤。高雄乌来分局沙仑派出所中岛会烧消防半点钟来甲火拍花，人员甲装备拢无代志。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台 AM 新闻，我是曹欣。做兵做一档，继续提升战力，唔来引进美军训练实弹射击射愈侪摆。行政院施政报告指出，今年开始义务役兵步兵营配合志愿役为主的练兵旅，到基地参加三军联合火力实弹操演。学者分析讲这是要缩小义务役甲志愿役的能力差距，做伙当守护国家的动力。国城红准火箭弹精准拍到目标区，越南透过实弹射击展现训练成果。今年期义务役经过真侪项改制，行政院上新施政报告显示，今年期义务役为今年开始编做步兵营，配合志愿役为主的练兵旅，进行三军联合火力实弹测考，各叫做联用操演。后备战力的纵深，不仅是有200万左右的后备兵力，更重要的是这200万的后备兵力是经过妥善训练，并且熟悉新式装备、新式战术，以及与志愿役组成的主战部队有合作经验、合作默契的啊。刘伟认为，这是义务役组成的守备部队，甲志愿役组成的作战部队，进入战略整合的新目标。义务役步兵营的电响，爱接受更加高强度的实战化训练，或者分析国军新型台海冲突，防卫无前后之分，国军作战大大加强，攻守一体。对于解放军来说，他也会去优先会去打击这些主战部队，所以作为一个我们现在的防卫来讲的话，已经不能用过去传统的防卫的方式，说守备旅往前推，然后这个主战部队往后收缩。最后再去进行一个反击。现在的话，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攻守一体。距离5.5海里，有船只闯入。中共是招集兵国家中国海警法14余年，成为将前期海峡内海化。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报道，中国海警第一摆公开伫钓鱼台集团会面，虽然敢若短短几秒，暗过中国海警船技术伫咱12海里领海范围，甲钓鱼台抗做伙也引起关心。反在中共恐吓，各自畅水南海军号负责水下作战当中，已经完成2摆畅水。港会秘书长吴钊燮公开海军号咧畅水的相片，形容咱维系的能力搁行出重要一步。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中东情势紧张，美国一边备战，一边甲伊朗外交谈判。不过，就伫咧国界要美军当时对伊朗来动武。伊朗伫咧当地时间1月31日，所有2大城市那像亚速爆炸，拢总造成6人死亡，14人受伤。爆炸现场乱糟糟，路透社引用伊朗媒体报道指出，这爆炸造成2人死亡，14人受伤。事发的所在伫咧伊朗东南部的阿巴斯港，拄好是固守荷姆斯海峡，是伊朗重要货柜出入口的门户。也来讲一讲，伊朗西部瓦军伊拉克边界阿瓦市也传出爆炸，造成4人死亡。尽管警察单位初步研判，2件爆炸拢是亚速外泄引起的，以色列也强调甲爆炸案无关系。不过，伫中东局势紧张的时刻，也是引发外界真侪联想。就美军除了林肯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到阿拉伯海，并且继续接受战备补给，自从欧洲的国营军机也赶往中东来支援。包含美中战机 F-35、空中加油机 KC-46，也有专门予敌人袂冷袂冻的防空系统的电子作战机 EA-18。也毋过，对着各方伫要讲美军什么时阵要动手，美国政府是拢无爱讲。We do have very big, powerful ships heading in that direction, as you know. I can't tell you, Okay. But I hope they negotiate something that's acceptable. Saudi Arabia's defense minister reportedly said that if the U.S. backs off a strike, that will only embolden Iran. What's your reaction to that, sir? Some people think that, and some people don't. If you could make a negotiated deal that would be satisfactory with no nuclear weapons, they should do that. But I don't know that they will. But they are talking to us, seriously talking to us.
外电报道指出，川普认为若是伫外交谈判的同时涉入军事行动的计划，会破坏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的前景。因为伊朗一直以来的盟友罗西亚总统普廷进前伫莫斯科接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拉里贾尼。会后，拉里贾尼指出，开战对美国甲伊朗两国家整个中东拢无好处。Конечно, мы все внимательно следим за тем, ч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сейчас на иранском треке. Все эти вопросы мне бы хотелось с вами обсудить не только вот в таком широком, но и в узком составе. 根据以色列时报讲话，拉里贾尼强调，就算军方讲要改变落去，甲美国谈判依然是有进展的，希望是改变一个紧张的局势。国际新闻，徐嘉玲编译。伟大执行长黄玲芬来到台湾，早暗时请供应链的厂商食饭。也外界咧烦恼讲哦，台湾投资美国敢会造成讲供应链转移。黄玲芬强调讲哦，这是全球布局顺应需求，唔那是台湾，唔那是美国，是全世界拢来做 AI 的基础建设。所落来会出现晶片工厂、电脑制造工厂、甲 AI 工厂三种全新的工厂形态。甲咧等的民众亲切挨三次个签名，也个为家后成军，带黄玲芬为上到饭店门口，回答执行长黄玲芬来台湾4天，31暗时佫做调研宴，邀请供应链厂商伫台北上山区餐厅，有发射董事长施宗堂、联发科执行长蔡立行、台积电董事长魏铁家、广达董事长林百里，黄玲芬也佫展现对供应链优化高度期待。NVIDIA won't be possible without Taiwan. And there's magic in this island. The companies here have extraordinary technology. They have incredible culture. They have a work spirit like you never know. I think that over the next 10 years, TSMC will likely increase their capacity by much more than 100%. 表达未了的感觉，甚至也有烦恼。不过也展现甲台积电董事长魏铁家的好交情，因为回答新一代 Vera Rubin 进入量产阶段，其中关键6种无同款的晶片，要靠台积电助力。不过对市场的烦恼，美国要求台积电转移40块半导体产能，黄玲芬认为全球化布局是顺应需求。被问到台厂货币的时阵，伊强调是人类史上上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扩张初期，那是代表 AI 基础设施会在全球各地建立。所以出现晶片工厂、电脑制品工厂、甲 AI 工厂3种全新的工厂形态。台商那个未来10多年会积极的投资美国的那个供应链，最主要也是为了因应美国 AI 基础建设未来会庞大的成长及需求。专家提醒 ，AI 基础建设分析战处，包含基础电力、晶片、甲电脑制造、云端、甲 AI 软体应用。目前台湾大部分厂商是晶片、甲电脑制造阶段 ，AI 软体应用也是着项之一。爱尽力对着，才能对产业推进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要选新北市长，今日竞选总部成立，前中共董事长赵少康有去家听，也讲到哪样是也未歹遴选出来。国民党新北市党部表示讲哦，新北市长侯友宜会出面来协调，遴选会伫咧过年进前来决定。也赵少康是讲，那边两边可能会伫咧3月来协商。新北市长黄国昌，让新北更有型。支持者大话市长府，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宣布参选新北市长，在竞选总部开幕，包含前主席郭文铁、多位党籍立委、关市议员拢出席，塑造民众党大团结。今日国民党重要人士前中共董事长赵少康是最后来出现徛台，却是伫致辞时讲到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可能会第3个协商，引发注意。2大党的合作，我们是开大门走大路。基于实践这些政策价值的愿景，我们写下承诺。3月的时候，可能要跟民众党来协商，那时候再决定到底是谁。不管是李四川还是黄国昌，我想总是要最能赢对手的啦。
来出来。国民党新北市长人选也未确定，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甲新北市副市长刘鹤莲拢有意来参选，外界关心什么时阵会出现两人来会面。另外，代表民进党参选的立委苏巧慧最近动作真急，启动陆战，由在地立委李坤城也有前立委陈碧薇陪同到沙田堡的市场去拜票，也甲大家来拜年。得到越来越多不分年龄、不分党派的市民为我加油、为我鼓励，那真的是非常的温暖。那也说明了我这10年的政绩呢，真的是有得到大家的认同。讲到稳总对手李四川，苏巧慧强调，以长炮当作底炮冲刺，归路航亚战、空战同步进行，下礼拜也提出政见来争取市民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英国首相施凯尔访问亚洲，1月31去到东京，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双方讲会伫安全保卫、讲会伫经济贸易来加强合作。不过施凯尔去日本进前是先到中国，英国甲中国的关系受到关注，也唔那施凯尔，包含南韩总统李在明、加拿大总理卡尼嘛有访问中国。好，学者就解读啊，美国总统川普伊的关税政策、伊的意识形态，互美洲国家爱找后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亲切握手，展现双方互动友好。英国首相施凯尔展开亚洲行，31到东京会谈了后，双方同意将日英合作提悬到新的高度，各共同致力伫关键矿产，也就是稀土的供应链多元计划。経済安全保障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の文脈では、重要鉱物の輸出規制への国際社会の懸念が高まる中で、重要鉱物を含むサプライチェーン強靭化のために、同志国全体で連携していくことが急務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で一致しました。So we have a clear interest in maintaining free and predictable trade and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to ensure our businesses can thrive in a turbulent world. 施凯尔顶一站就是中国，至到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争取强化中英贸易投资。英国国内对施凯尔访问中国也批评，不过唔那英国，南韩总统李在明、加拿大总理卡尼等领袖今年前后访问中国，学者分析甲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战有关系。自力救济，自求多福。原本都是美国的很好的盟友啊，他们全部都信心动摇。那信心动摇的话，那他们当然要另外找寻他们的出路。川普的关税政策，台湾目前争取15%对顶关税税率，加232条款优惠待遇，被看作是比日韩较好。总统大清调册为北加州台湾同乡联合议会录影致辞，望应加深台美合作。咱不只是守住台湾的利益。更加为台美经贸合作奠定更加稳固的基础。台美关税决定了后，以及关系国会在野党发出严审，执政党用南韩关税国会无通过条款规例，画下条约合作，新会期关税审查攻防，大家拢关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乌来分局沙仑派出所中昼12点外烧起来，一个乌烟啊是一直对派出所2楼的窗仔门冲出来。消防局是出动9台水灵车，22个人去拍火，火伫咧半点钟来拍花。初步判断是讲啊，这个2楼烧拍电才会来火烧厝，加在讲1楼放装备的所在无安怎。高烟一直对见到玻璃楼的窗仔一直冲出来，附近的民众赶紧出来关心看卖。好大哦！对另外一个所在看去，规栋建筑物拢互乌烟大调咧，隔壁巷仔内底住户也拢闻到这个臭灰大的味。看到的情况就是已经冒黑烟了，烧多久不知道，但是就是它灭火的时间是蛮快的。太北冰就臭毛毛，很臭啊，塑胶味很重啊。一开始是先闻到味道，然后我们也没有去多想什么，是后来是烟越来越大就黑烟啊。现在发生伫初一中昼12点外，受到关心的是因为地点伫乌来分局的沙仑派出所，消防队接报了后，出动9台车，22人去拍火，火伫半点钟内底就拍熄。所判导火的所在是2楼的房间天棚，敢是电线小拍电烧起，加在警用的这个性械装备拢放伫1楼的警械室，无去烧到。烧毁同仁的寝室，损失大约5万。楼下的装备均未受损。
桃园派出所属小型的派出所函所长在内，总共6个人，礼拜有3名警察来特勤。案发时拄才完成交接班的警察去楼顶放警时，发现天棚乃青烟导火，随提灭火器想要甲拍熄，当时通报消防队来支援，其他人也赶紧撤离。后来分局讲，小小配合消防单位的调查，并且全面的检查其他派出所用电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台中五彩有民众因为去互家己饲的这个狗仔咬着伤，有够生气，怎啊拍狗仔来出气？狗仔是听狗干干叫。动保处甲警察做去查，这嘛是已经甲狗仔收容，也主人是按照动保法受处罚。乌狗叫甲真凄惨、真大声，徛喺内底这穿乌衫10个人提棍仔对乌狗身躯一直拍。乌狗行甲紧闭伫个边啊，规个拍狗的情形拢互看袂落去的民众甲翕落来，并且报警察来处理。我是听到蛮久才起来看的呢，因为我就觉得有异样啊，不晓得是什么东西，看起来就黑黑的，就打它。哦，就把它抓着就打它，啊，狗紧爱叫啊。台中市动保处1月3日暗时会同警方到现场。主人承认讲，3日暗时因为互饲2年的乌狗，甲脚咬着伤，一时真生气，才动手甲拍。动保处当场甲狗仔铐落来，并且送动物病院检查。犬只送医后，发现眼睛左下角有受伤，已进行适当的医疗处置。令有关民众质疑扣留犬只与影片受虐犬只不同，动保处将持续与警方合作调查厘清。动保处讲，主人调工伤害狗仔，也无办理宠物登记，也无甲验掉。依照动保法，相当会使罚大票34万，并且甲这主人列做禁止饲动物的黑名单。对着伫私人的所在虐待动物，动保团体认为讲，动保法的新修法提案内底，对着动保检察员的这职权加强是相当重要的。这个案件是刚好被发现，可是除了这样的一个案件之外，台湾到处这样的案件是不见光的，就是默默的就发生，但是也因为它在私领域，我们没有办法处理，所以我觉得动保法这一条修法是非常重要的。动保团体也讲到，饲鸟狗这宠物的比例是当年拢伫增加，民间真希望再设置动保警察，将获得更加专职，也更加专业来处理相关的这个虐待动物案件。记者综合报道。昨早起新增公联棒球场伫咧比赛，煞有几若只狗仔走去球场遛球完，比赛怎暂停？和当地民众就讲啊，遐有真侪野狗，家人遛已经毋是第一摆。也动保处表示讲，会去查看狗仔敢是有人饲，若有人饲会依法处罚，若是野狗会甲收容。比赛拍到一半，雄雄一阵躁动，比赛赶紧发停，因为有一只黄狗走进球场，冲向另外遐手，乌狗落伫后边，也甲球员赶紧走，毋过早就有人被咬伤，推到破坏红警及太鬼友赶紧赶到。一人被黄狗追，一人被黑狗追这样子，然后就一直拿球棒去做驱赶。影片发生中的前一局的时候，已经有个友队已经被咬伤。转头的时候，就看到有一只正朝这边冲过来，我当下就吓到，就赶快跑。伫新北市新庄，迄时阵2支球队伫和平公园庆林球场咧比赛，差不多是伫1月31早起11点外，雄雄互狗仔咬着，无奈原来拍球，原来爱个细致，狗仔过来咬人，大家怀疑是流浪狗咧攻击。有10几只有了，都躲在那个树林里面，那个靠近大汉溪。出太阳，它会来晒太阳。你在这边有看过流浪狗之类的吗？都是后面那个脚踏车步道啊。案发的球场4个围网啊，已经破起分只。当地民众也讲有看过流浪狗，也有人伫运动时阵互狗仔一直捉。不过动保处则就通知到场，狗仔已经无伫现场。如果有饲主饲养、输种或有管理不当的情形，将依照动保法来开罚。若为游荡犬只，也将会进行收容。即摆有问题狗仔受人饲，也是流浪狗，爱个调查。动保处提醒，若是拄到流浪动物，爱尽量减少对立，连通凊彩干饲，避免这狗群自造伙，生拖出更较侪流浪狗，甚至有环境垃圾这问题。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大安有一个75岁阿伯去为着汉他病毒来过身，也这是台湾这25天来第一宗汉他病毒死亡的个案。台北市府表示讲，应对这宗个案，这礼拜开始结合这个卫生局、甲区公所、甲专区的环境变好清气。台北市75岁老先生感染汉他病毒死亡，有里长特别设临时办公区，那民众需要引起厝内底掠鸟器，环保局2摆出动到个案徛街附近清消，周边掠鸟器检测作业甲抗药拢完成。好像没有到很有成效，因为还是会看到，就是不管任何时候都会看到。应该会比较好吧？比较好。对，但我没有太，我知道这件事啊，但我想应该还好啦。1978年开始，南北市市全国白手酒政策由各乡电市公所发白市动力予每一户，不过后续因为鸟鼠用药症结是不能影响禽鸟。2015年迄时阵的农委会决定取消统一封地期，回归地方自治。各里办公室也拢准备鸟鼠药啊。台北市环保局指出，因应汉他病毒死亡个案，这礼拜开始会个会同卫生局区公所进行专区环境整理，来做一个比较强力的一个环境整顿。民众同步来进行一个家户的一个内外的一个清洁的一个作业。这摆个案出现在台北市大安区，有人烦恼大安新民公园有真侪碰瓷，是不是有传染记录？医术分析汉他病毒和风险区是密闭涂沙剂、通风歹的所在，公园是开放空间。松鼠它的一个情境是说，在公园这样子比较开放流通的环境、封闭环境、下水沟，它的分泌物所传播的环境是有所差别。疾管署提醒，要过年啊，咧大饼扫若发现有刺类的排泄物，应该先挂喙安、手冷手笼，甲拍开门窗，也掺水的漂白水消毒作用30分钟了后，饼扫，免用气蒸气才被病毒飞伫空气内底造成传播。记者综合报道。好，观众朋友，身体真正要注意3个穿好少，受到大陆冷气团影响，阴暗到明仔透早上介寒。气象署阁提醒讲2月初7，也就是后礼拜六会阁有冷气团来报道。今嘛是讲这个强度呢，可能会比即阵阁较强，北台湾差不多伫咧13度。顶雨中未少人听雨伞，伫门口咧排等开门，也互商场正做雨天，大家拢爱去的所在。北部天气湿湿凉凉，拜一透早全台上气温出现伫马祖东引，敢若8.3度。本岛各地平均温度敢若13到18度之间，加上一直落雨加冷空气影响，民众出门依然感觉是真寒。你湿了之后，就体感温度会比较低嘛？对。然后我觉得其实，相较于前2天来说的话，今天确实比较凉一点，湿湿冷冷的，不太舒服。在大陆冷气团影响之下，初一中部以北既然拢落雨进行，华南分系通过，这方面的基隆北海岸雨势更较明显，北部既然落雨时间也较长，相关时间点就伫初下半日到初日透早。气象署提醒，伫初7也有一波冷气团会影响到，温度会更降低。我们预估可能跟这一波的冷气团强度相当，或是再更强一些所以可能造成的低温可能会在礼拜6或是礼拜天，可能在礼拜天的时候温度会再更低一些。那也有可能北台湾的气温普遍来到13度左右。2月初7就要进入节气立春，天气有啥烧热有啥寒，气象署指出。华南分系水汽按算伫拜透早了后豆豆减少，升日以南会转做热云，拜一开始转做偏东风，拜3到拜5落雨转去，各地天气相对稳定，暗过中南部一下温差扩大，温度回转来依然爱摄至0.度无好情形。记者综合报道。也要过年啊！嘉义中部丁安宫有办活动，写春联做红龟粿，佮牵2只马，互民众试骑来闹热迎接马年。大人甲囡仔围伫岛内边啊挂手锣啊，按照社区中部的指导，当咧体验传统的红龟粿要安怎来做。嘉义县中部乡中部村的丁安宫配合中部启程文化艺术基金会，伫庙埕来举办体验活动，要带民众提早来感受过年的气氛。红是一种福气的迄个象征嘛，所以咱过年拜拜啊，什么拢会用到红龟粿啊，什么让大家可以回忆到小时候的那种感觉啊，这社区的妈妈她们也可以来参与。我觉得它粉饰的很
Q 很好吃，这是我第一次做过，但是觉得很有趣。以前没有体验过红菇粿，然后因为又在那个庙埕前面做，所以就有过年的感觉。除了红菇粿体验以外，现场阁有30多位社区书法班的老师甲学生免费替民众来写春联。启成文化艺术基金会阁伫现场安排2只真正的马仔，互民众来骑。头一届坐伫马仔顶面，真侪民众拢感觉真深刻。提供2匹马来这里让小朋友啦，或者是有一些想要常常那个完成骑马心愿的在这里这一些人们来参与这骑马的活动。看起来感觉就是很震撼啦，就是有这个活动，我就很喜欢去尝试它。要不然我没有机会啊，在台湾骑马，你一定要到马场去啊。平常我们很少看到。镇南宫表示，庄卡人口的外流，地方愈来愈无过年的气氛。透过活动，唔但向少年人来延续传统的文化，嘛增加民众对在地社区的认同。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再来看明仔载天气，北部地区13度至17度。中部地区14度至22度，南部地区14度至25度，东部这边14度至23度，外岛地区10度至18度。感谢关注，并收看《今日新闻》，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